来看今年是兔仔年，兔仔是咱时常看到的动物。不过你敢知影，唔那伫陆地有会走会跳的兔仔，伫海底也有一款生物，就叫做海兔。今嘛就随带你来看卖啊！你看它好像一个在吸东西一样，把那个海菜把它吸进去。今年兔年除了地面有兔仔，其实海底嘛有，身躯软软，头顶阁有两只手，这就是海中的海兔，属于海豚家族。春季像藻类很茂盛的时候呢，如果大家到潮间带的地方其实就可以看，还蛮有高几率可以看到它们的，是在春季到夏季之前这段时间，比较容易看到它们。海科馆表示，海兔甲兔仔同款拢食菜，以海菜为主，身躯大约是6至20公分，上长有30公分。伫北海岸的海坪看会到，不过嘛爱提醒民众，若看到莫去摸。因为它行动很缓慢，身体也很柔软，所以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们也是打化学战的方式，就排出紫色或白色的有毒液体这样子。因为他们很喜欢看动物，对，所以就带他们来这里。他本来就对这个馆他就很有憧憬，所以我们带他来这边玩这样子。海科馆表示，伫年节期间来遮参观的人数比通常假日加要2成。好天的时，人潮搁较济，到车北拢会有活动，甲民众做伙过春节。记者调不离开家人采访报道。